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我嚟講一個連西方哲學家都驚訝嘅玄學概念——六道輪迴。你可能有聽過做人積福唔好落地獄，又可能聽過下世做隻豬都好過做人。咁其實六道輪迴究竟係咩呢？點解咁多人會信？最勁係你前世係邊度轉世嚟嘅，其實都係有得估喎。咁我哋即刻開講，帶你睇清你點解會做人，又點樣唔好再做人。咁到底六道輪迴係咩呢？簡單啲講，就係靈魂不停咁洗牌，洗嚟洗去，卡喺六個世界入邊。呢六個分咗上下兩邊，上面三個係三善道呢，就係天道、阿修羅道同人道。咁入天道嘅會住喺天界，長身又靚仔，但原來都會死，仲要死之前會知自己會墮落，真係抑鬱到爆啊！阿修羅道嘅不單止聰明、長命又好戰，食唔到果冇女揀，成日同天人開片。人道呢，就係你同我，好唔好過就睇你點做人，但唯一好處係有機會唔再輪迴啊！咁下面三個就係三惡道，就係畜生道、地獄道，仲有惡鬼道。入咗畜生道，即係做動物，雖然唔慘，但係會變愚蠢、冇智慧，走唔甩輪迴噶。地獄道就最慘啦，八熱八寒、火燒、凍死、油炸，樣樣齊晒，聽到都令人驚。唔多講啦，驚你聽完今晚瞓唔着。最後咧係惡鬼道，要餓足一世，唔單止見到食物會着火，飲水仲會蒸發，連嘴都細到入唔到食物，係咪覺得好慘啊？但係其實佢哋係有智慧嘅，所以就比畜生道更容易翻身。咁點解會輪迴呢？佛家話人人輪迴都係因為中咗三毒：貪、嗔、痴。貪即係唔知滿足，咩都想要；嗔嘅意思係人哋一嘢你就發火，講極唔聽；痴就係懶理世事，咩都唔識。所以輪迴唔係天命，係自己搞出嚟嘅。你以為貪食多啲，買少少就冇所謂；你以為玻璃心發脾氣係正常；你以為每日咩都唔理 ，Netflix 照睇係 chill，就因為咁咧就中咗三毒，下一世可能真係要做豬或者惡鬼啊！你可能會問：如果我有前世，點解我唔記得呢？佛教話，因為你飲咗孟婆湯，飲完就 reset 晒啦。但唔止中國咁講，古希臘柏拉圖都話，人死之前會飲一條叫麥稠河嘅水。飲完之後乜都唔記得，唔通孟婆係跨國企業，定係人類早就知道忘記係重新開始嘅代價呢？咁點樣睇你前世喺邊度呢？根據佛經記載，前世轉世嚟自唔同嘅道，今世就會有唔同嘅特質。如果係地獄道轉世，就唔單止樣衰性格差，仲暴躁冇義氣；畜生道轉世懶，唔中意着衫，拳腳瞓覺。咁惡鬼道轉世呢，樣就瘦黑，眼神惡，成日都話肚餓。阿修羅道轉世，身形會高大有力，好勝心強。人道轉世咧就正直啦，有同理心，有善念。天道轉世就樣靚聰明有德行，仲中意住高樓，因為以前住慣天上。你啱啱對號入座咗邊個呢？係咪開始懷疑自己啲習慣點解咁奇怪啊？六道唔係咩迷信，只係用嚟形容人性不斷循環嘅方式。你唔想下一世再跌翻轉頭，佛就話跟住嗰道光走。佛指住日頭同月亮。意思係佛法可以破無明、減煩惱，唔係叫你一定要出家，而係你有冇諗過依家呢種生活方式係咪真係你心裏面想要嘅？因為人生最大嘅問題唔係你喺邊度嚟，而係你到底想去邊。